呼吸空間練習。呼吸空間練習係一個應對壓力或者情緒波動嘅練習，讓我哋可以快速咁回歸當下，整合身心嘅狀態，以呼吸作為錨點穩定下來，然後以清明嘅覺知重新出發。準備好嘅話，讓身體選擇一個穩妥嘅姿勢，眼睛可以合上或者微微張開。無論而家係企喺度或者係坐喺度，都可以感受到腳掌接觸大地，背脊自然垂直。呼吸空間第一步，留意呢一刻身心嘅狀態。呢一刻腦裏面有啲咩念頭？純粹去觀察，唔需要去控制或者抑壓任何嘅思想。呢一刻嘅情緒又係點嘅呢？如實咁知道、接納任何嘅情緒。而家身體有啲咩感覺？由頭到腳，感受身體唔同嘅位置。無論感受到舒服或者唔舒服，只需要知道就可以，唔需要去改變任何嘅嘢。準備好嘅話，進入呼吸空間第二步，留意呢一刻嘅呼吸，可以感受鼻孔嘅空氣一進一出，又或者感受個腹部吸氣嘅時候升起，呼氣嘅時候沉低。如果注意力游走咗，只需要溫柔咁返呼吸上面。
覺得足夠嘅話，進入呼吸空間第3步，讓注意擴展，感受整個身體嘅感覺。留意呢一刻身體嘅姿勢、面部嘅表情，整個身體當下嘅感覺係點嘅？如果呢一刻眼睛係合上嘅話，可以慢慢咁張開眼睛。繼續帶住呢一份擴展咗嘅覺察，進入生活嘅下一刻。